Hello，大家好！螢火蟲家庭復活節家庭連於你10天嘅體驗，今日嚟到第2日啦。唔知你知唔知道呢一個10天嘅體驗係為咩原因呢？原來就係為咗幫助每一個家庭同神有美好嘅連結同埋相交，讓我哋得着從神而嚟嘅力量同埋更新。目標就係喺復活節前後呢10天，同我哋嘅屋企人一齊去到親近神，建立一個好嘅屬靈習慣，亦係讓我哋同家人藉着螢火蟲家庭嘅經文、禱文親近神，彼此嘅祝福代禱。好，我哋先調整我哋嘅心思意念。揾一個舒服嘅座位，調整我哋嘅呼吸，放慢、放鬆、放下。第2日嘅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第26章第28節，我哋會讀3次，懇求聖靈幫助我哋聽到神向我哋發出嘅訊息，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，為多人流出來，使罪得赦。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，為多人流出來，使罪得赦。最後呢一次，邀請你哋同我一齊讀出嚟啊！預備起，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，為多人流出來，使罪得赦。如果有一啲重要嘅字眼係對你嚟講有啲觸動嘅，請你找緊回應禱告。主啊，我哋先係真正要負上罪責嘅人，然而你卻為我哋負上咗沉重嘅代價。求主赦免世人對你犧牲嘅無知與麻木，求你憐憫我們。禱告奉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剛才喺經文裏邊，神同你講咩呢？我邀請你同你嘅家人彼此嘅分享，最後一齊同心禱告。